境界呢兩個字咧，我哋間唔時都會喺身邊啲人聽到嘅，尤其是喺如果我哋讀一啲歷史嘅書啦，一啲好有學問啦、好有修養嘅人，我哋都會話佢境界好高。咁包括啦，我哋去欣賞一幅嘅畫啦，或者一個文學作品、一首詩啊，我哋都會話嗰個境界係可以好高。當我哋覺得欣賞佢嘅時候，咁究竟但係當我哋講得多嘅時候咧，有時中國嘅語言就係咁樣，我哋又會靜心諗下。其實境界兩個字點解咧？我哋淨係知道佢愛嚟判別一啲人佢哋嘅水平，一啲作品嘅水平。咁總係道不明，說不清。其實就係因着每一個人佢嘅成長唔同啦，即係每一個人我哋要承認就係話佢哋各自有自己嘅生命嘅高度嘅分別啦，佢哋嘅內涵嘅高低嘅分別啦。咁佢話因着人嘅呢種內在嘅質素嘅高低嘅差異咧。由佢呢一個主體所睇到嘅對象，無論佢係睇到一棵樹、一個風景，定還是係討論緊一個感情或者係一個情景，佢想表達嘅嗰個意思，佢對於呢個對象嘅感受，係因着嗰個人咧，佢自己嘅嗰個生命嘅高度咧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咧，佢睇出嚟嘅影像咧就會唔同。咁呢個咧就好似咧我哋攞住個相機，究竟係喺邊一層樓或者邊一個角度影出去咁樣。咁所以咧喺每一個唔同嘅主體，因着佢哋唔同嘅深度，佢哋睇到嘅同一個事情對象咧，佢哋會睇到唔同嘅景象。咁呢個係景。咁界係乜嘢咧？界就係好似我哋見到個攝影師咧，佢哋好多時咧就會攞隻手整個框。咁咧就其實喺度界取你見到嘅嗰個場域，因為有時討論一樣嘢或者一個場景咧，其實可以無窮延伸。咁究竟你去到邊度停，去到邊度就要分界就完咧？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嗰個創作嘅主體嘅呢個人，佢嘅一個取捨，佢嘅取捨，佢嘅邊界就係呢個界字。所以成個境界就係話你自己嘅生命嘅深度去到幾深。然之後你睇到嘅呢個影像、呢個景象係睇得幾深入，然之後你選取嘅範圍有幾多，咁然之後呢一樣嘢咧就會能夠成為一個，如果你能夠有一個藝術嘅手腕，姑勿論係畫畫、音樂、文學、文字，你去再將佢有呢個技能，將佢再呈現出嚟俾其他人睇。而其他人能夠透過你嘅作品咧，就直接進入到你睇到嘅嗰個境界，而被感動、被震撼、被啟發。咁呢個就係境界嘅妙用。咁其實咧，我哋中國咧文學嘅批判裏邊咧，喺近代嘅有一個嘅好出名嘅讀書人叫做王國維。咁佢寫咗一本叫《人間詞話》咧，佢就係利用境界呢兩個字咧嚟到作為判別所有文學作品高低嘅標準。咁我覺得呢點係好有創見同埋好值得參考，咁推薦大家睇下《人間詞話》。